米个人家成年个咩？这个我嘞那和俺也和得来个了，阿妈打吃看吃路，也我要来要吃泡嘛伊，阿妈打到那哈，你好像讨来面了，米人家成我家成，米人家成年个咩？俺要了会落家嘞那，提边去路比里个多咩？阿我偏包伊呢？他这个要让俺老他们这他们以后了，嘛西嘛冇好了，你啊我把老头呢叫比在叫，俺以后要讨了，还要做台里面，跟了俺个来个咩，比伢咩，跟了个人呐，他老他嘛个来伢咩，咋到家要比咋比到的啊都没查了好好掉嘛这个，这个看朋友嘛这个也咋也到的，查也咋就也咋。还要到就要到了，那要你女查了，嘛没嘛家看嘛一年了，嘛打到那下面，跟了个嘞哎，他那把呢批呢，叫人家去了，那把呢批呢，来少就怕个，没跟了通了，把呢批呢，叫人家去么个边，跟了后面了，没跟了边面了，没别要家成家的面了，把呢批呢，叫人家去了，把批呢。跟了后面来少就怕面阿姨了，阿姨过来了。他说我买人家面跟了过来个，这个面就跟他阿爹看说明我个他提了跟我了提到个了提了，他面姨啊，妈妈好俺几次我叫呢，也都那也罗好我呢，学啊个东西来学教了。那阿姨个里面嘛没有，阿姨个里面阿姨做面了，后面一个了，阿姨也做面包了比钱呢，一样做台，面个嘛参加带来面那家伙哦，俺的女儿啊教嘛教提前嘛讲了，啊朝养老也皮嘛到破嘛一了，啊嘛到一到那下面，也那还不也嘛到也咋。阿妈打的也能好洗了，也的阿妈打能好洗了，没个人家吃嘛，没得嘛。